那移民署的新北专勤队昨下晡去五股某一间回收厂要掠老泡鱼缸的时，这个姓叶的头家是几个人抓起来的，情绪失控，使怪手去喊移民署的公务车，佮举刀下要攻击移民署的人员。过程中是造成专勤队有2个人受伤，警方即马已经把这个头家移送法办。虽然镜头伫咧翕，这台怪手也是一直用卡仔占移民署的公务车，专勤队的人拢赶紧闪。规台公务车被占甲强要变做废铁，专勤队的人赶紧叫同事支援，不过怪手是愈占愈大力，拢无要停。你要你在干嘛？你要做什么？我跟你讲，你控制一下哦。你有售票吗？我不要收索票，我来这边查查是依法。新北市移民署专勤队2时到5股查逃走的外籍移工，无想到讲，这个姓叶的头家性地正歹，敢若是为了要安抚移工离开，搁开另外一台怪手挖来。到底想干嘛？哎，学弟小心啊！学弟赶快过来，学弟！这个姓叶的头家甚至举刀想要攻击，情形真危险。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依照现行犯甲伊逮捕。2位专勤队的人伫咧过程中也有受伤，去病包伤了已经无要紧。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及攻击执法人员之行为，必定依法就办，绝不宽待。全案于侦讯后，依毁损、妨害公务、伤害、妨碍自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查这个工作危险性真大，这桩任务唔但是无找到逃走的外籍移工，甚至拄到性命的危险。移民署除了就会对这位姓叶的头家提告，也强调会继续严正执法。警方是查考怪手等相关证物，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